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30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坚。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这份山阳线长时间刚所对空中落来，险险去卡到人，目前暂停时间一发受伤至少3万。过年之前，台股行情好，可能会继续起。2024年商业景气调查，企业界对目前经济发展嘛保持乐观。后礼拜就要过年，因为假期较短，民众出国佚佗，各路饭店的大房率无到43%，比去年佫较歹。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根三明线一件公安的疏失，讲昨新北一民众要对顶埔站坐这根边啊三明线咧施工的管啊，所对空中落来，险落伫伊的面头前，险险就去卡到。新北这运局是回应讲，已经要求暂停施工，照契约规定会罚手伤3万起跳。外口咧落38号，工程要持续咧施工，工人伫1号坐运三英线，完工了后会当串联坐运板南线，即马所逼出公安的疏失，规条钢筋入去，现为半空中落落来。新北一个张先生，29早起11点外，行到坐运顶埔站头前，钢筋熊熊落伫伊的面头前，敢若离伊3公尺远。看到三一线上面有人在施工啊，我就看，那奇怪，怎么都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我就稍微迟疑了一下，结果就在看的那一下子就掉一根钢筋下来，那个是吓一跳又生气啊。搁登去代志发生的地点，施工的三明线下骹就是北南线顶埔站的出口，还有公车牌仔，人阵来来去去，车嘛袂少。施工的钢筋熊熊为顶管落落来，然后在地居民感觉真烦恼。有东西掉下来会害怕，对啊，怕会发生什么意外。希望就是相关单位可以做好防护措施。我平常也都是走这边上下班嘛，所以它突然掉下，我也不是很一直往上面看啊，会比较怕被砸到这样。三明线坐运的工地前几工才落检，互发现9项缺失，一届搁出状况，还搁差一点害人受伤。新北坐运局回应讲，已经要求暂停施工，地面施工的范围会先围起来，会按契约的规定，甲厂商罚至少3万块。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屏东的民用大火，造成包括4个消防在内10个人死亡，100几人受伤。检方今日宣布侦查结束，依照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等罪嫌，甲董事长刘安和甲总经理都应承起诉，求出上重的5年有期徒。另外，还有4人是分别求处4年10个月到4年8个月不等。警消人员出入入，大火过4个月，民用工厂外观也未恢复，监委下落来调查。上时屏东检方宣告终结，起诉董事长刘安和，拢总6个人。一场的 C40 架桥剂数量达到3000公斤，而且因为存放的环境不佳，导致化学反应蓄热温度不断升高。于112年的9月22日18时0分09秒发生强烈的爆炸以及起火燃烧。
屏东民雄去年9月2日发生大火，造成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检方调查董事长刘安和拢总6个人，因为无顾工厂的安全管理失妥当，涉犯过失致死、过失伤害者罪嫌。身为董事长的刘安和另外违反职安法，6人互分别求处5档到4档8个月不等的刑期。其中刘安和甲吕英成拢是相当的轻度，5档的有期徒。公司法人部分民用公司嘛，互依照违反职安法求处相当的轻度，拢总30万的罚金。会持续的进行这些相关的改善，不会回避相关的责任。那民航公司在这边呢，再次的对本事故造成的影响到的同仁、消防人员还有社会大众呢，致上12万分的歉意。律师们都会努力帮我们争取啊，但是就是还是尊重司法的安排。民雄大火受难者包括4个拍火兄弟，另外有14个消防员受伤。民雄正式予起诉，消防员是平常心、照常训练布置水线，甘那希望刷落来判决甲处理会当予受伤甲受难的同事有应有的补偿。记者屏东报道。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蔡英文今日是去到澎湖勉励官兵，参加陆军五德营区的员工启用典礼，替国军来加油，发加菜金。2、1，过年就要到啊！总统蔡英文勉励国军的第一个行程，就是来到澎湖发加菜金。除了见证五德营区的设施完工以外，机部人嘛得是强大的战力。蔡总统强调，即马澎湖是咱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未来政府也会持续的扩大对国军的支持。我们澎湖的部队位处重要的战略位置，各位都是身负重任。我要再次感谢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努力和付出。过年期间，轮值的弟兄姐妹辛苦了，记得打电话问候家人。陆军展示训练成果，伫澎湖进行反机港作战演练。因应中共可能利用直升机来攻击澎湖机场，头先就是派出无人机进行电子干扰，还有航空部队的作战。其中上受到注目的就是 M6A3的火力反制，充分展现咱国军反制敌人的能力。另外，蔡总统即届来视察的五德营区，也就是兴安专案伫外岛地区第一个完工的部队专用营区。靠地型的配置会当阻挡寒天的季风，也有降低热天的曝日。也若所有国军的宿舍拢是采用套房的设计，希望会当提供更较完整、舒适的生活设施，也有大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行政院长人选，各界拢在关注。昨赖清德伫咧网络节目当中，有透露未来规划，讲行政院长甲各部会部长人选要完全是用民进党的，会邀请各界人才。目前心内嘛已经有人选的考虑。大选过后，有美国访问团来台湾，这摆是华府智库哈特逊研究所，包含华裔学者伊无村顶人，向副总统也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表达祝福。Hudson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President Tsai, and we hope to continue the relationship. Your new role as President of Taiwan is among the most challenging in the entire world. The experts at Hudson Institute stand ready to help you.And us, America, if you need us. 美国专家学者表示，乐意伫赖清德任期之内提供协助。赖清德新政府布局主要挑战，就是伫立法院无过半之下，维持朝野关系稳定执政。所以第一任国会甲内阁成员必须关注。赖清德也第一摆透露，人选未完全是民进党，会邀请其他政党的好人才。只要好的人才。不管他是在其他的政党表现杰出的人才，其实我们都很乐意去邀请。现在有好几个在思考，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可能的国会人选目前各界点名，包含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清平台董事长陈丽君、前民进党主席杜荣泰，加来竞选总干事潘明安，拢是有民进党的背景。不过无党派色彩的学者，前 WTO 代表朱敬义也是被认为是可能的人选。只要符合民主大联盟原则的优秀人才，
都可以纳入内阁团队。相信赖总统会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眼名单。我觉得他只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他这样说，嘴里面这样说，但是他会不会要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这个拭目以待。林兄立会对赖清德以民主大联盟原则组建内阁团队乐观其成，不过拿会是保持积极的态度，因为在赖清德有实际行动进程，爱静观其变。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行政院长陈建仁透早5点就去到万大鱼市，甲台北第一果菜市场来视察发红包。农部嘛表示，过年的前5天会加强调度，平均每天会当供应2000吨的菜色。每往年大家拢真关心农渔产品供应的情形，也个介绍。行政院长陈建仁30透早5点就到万大鱼类批发市场，加台北市第一果菜批发市场视察，由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加准立会5配役等人陪同。陈建仁看鱼的拍卖，向市场的人拜年分小红包，讲最近寒流来，业主加强宣导业者做好防寒措施。业者正热情回应，也送去给陈建仁。台北渔产公司董事长陈世雄也希望中央加到3港渔业的发展。因为春节期间，农渔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农业部也辅导各批发市场供需调配，每工会当增加30%。多谢大家为着来照顾咱台北市民哦，会当有足侪蔬菜含这个水果的供应哦。大家是透早就遮尔拍拼，实在是大家福气吼。而且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农业部讲，春节前5天加强调配，蔬菜每工会当增加供应量38%以上，平均一工会当到2000吨，也机动调配市场的供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2月就要组成新国会，其实嘛增加真侪新的成员。咱今仔先来看，伫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第3的张雅霖，伊过去是兴华特色公园这民间团体理事长，长期咧争取囡仔耍的权利。另外，伊嘛是一个台籍家庭的老母，伊并入国会，就是希望推动先听囡仔意见，才会打造公园的理念，嘛希望会当立法成立台籍委员会。囡仔爬悬爬低，这种真有挑战性的特色公园，全台只有6座。新任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张雅霖，过去是兴华特色公园 NGO 理事长，注心伫咧争取囡仔耍的权利。若要互囡仔耍了欢喜，张雅霖除了希望推动每个县市一个挑战性公园，伊也真要以囡仔参与讨论的权利。培养说话表达能力，拢是真正需要练习的。所以迄当时就甲政府在争取讲，会使做儿童参与式设计，吼，就是你咧去公园啊的时阵，因为伊是上重要的使用者嘛，所以互伊来发表家己的意见，吼，大家来听看卖伊的想法是啥。讲台语真欢喜，耶！甲台语团体合作，用台语念故事，互母语家庭的囡仔听，斗阵推广台语。张雅霖发现台语流失状况严重，伫厝内伊也是参囡仔讲台语的母语家庭。未来进入国会，张雅霖上希望会当透过立法推动台语委员会。亲像你讲 KE 有客委会，哈，原住民嘛有原民会，遐有足侪资源课程哦，会使互民间有兴趣的人会使去上。啊，不过台语敢若较少，都是民间爱家己做。啊，想讲会使入去争取较侪即个资源。为街头演讲，体制外的 NGO 加入通推销法案体制内的立法院。不管伫什么款的场所，张雅霖无变的事，拢是为囡仔咧拍拼。伊希望家己加入国会，通互少年人感觉有希望，让愈侪人愿意投入公共领域。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爱好，囡仔一言才会有希望。记者郭宝坤、张随台北报道。
行政院昨通过台中捷运南线总经费1615亿，按10年完工。台中市长卢秀燕嘛表示，这就是大选了后的民意，感谢中央愿意有作为，嘛要搁再向中央来发声，继续争取台中捷运通彰化甲南投。台中捷运南线综合规划，行政院29号晚暗协定通过。台中市长卢秀燕30号早起伫咧市政会议宣布好消息，伊认为甲今年初总统立委大选展现的民意有关系，感谢阚秀瑞阁及时回应台中市的需求。现在看守内阁期间，那他们体现到这次选举完所产生的民意，愿意有所作为。那我们会尽快的跟中央来确认相关的讯息跟相关的计划，然后我们就开始会进行庞大的作业。台中捷运南线总共24.8公里长，驶去台中港，东边到台糖生态园区，设有20座车站加1座机场，总经费1615.14亿，中央分担675.59亿，地方是自筹939.55亿，协定了10年完工，会当甲绿线正做12路网。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协定拖延主要是台中市府沙鹿路桥段设计错误，目前中央甲地方已经达成修改的共识。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设计，必须更正。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案，那么跟台中市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会拆掉台湾大道，变成平面道路。那铁路会采取高架化，那加上捷运在第3层，将来兼顾车站的进出。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规划南线沿线有18位的联合开发案，但是有7位的地主表达无意愿，会持续来沟通。学者建议应该多召开说明会，采台中运输导航型发展 TOD 的方式开发，吸引人潮，提高台中运输使用率，也对中捷的财务有帮助。地方政府要负担的经费也蛮多的所以我建议可能要多召开一些协调说明会。让这个相关的地主呢，也可以去了解我们捷运车站呢，如果用 TOD 的方式来开发，其实是非常有愿景的。市府表示，中捷南线核定了，会赶紧来启动相关的作业。卢秀燕更加向中央来发声，未来会甲中部县市共同争取中捷绿线延伸到彰化，捷运延伸到南投，希望亲像双北捷运同款四通八达。记者台中新竹报道。继续来看高雄的林园派出所，一个姓陈的警察，伊的小弟因为牵涉到诈骗案，受到羁押禁戒。今晚检方是佮查到这个警察，冒涉嫌去交给小弟的共党，买卖虚拟货币去共诈骗。检方昨是抓人到案，向法院申请羁押。认为陈姓、远景等4人分别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泄密、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于今日凌晨向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林园分局指出，这姓陈的警察8年前对警察学校毕业了后，分发到林园派出所服务，不因为私事去调别人的资料，移送法办，受到冤起诉的处分。没想到有一届，佮去牵涉到诈骗案，强调绝对袂暗号，配合检方调查。过年正前，台股的行情好，惊台积电的气势有较弱。不过 AI 概念股的力头也真强。分析师表示，目前美国强势，台股无波动的空间。佮加上顶礼拜过年前的美股压力提早消化，所以宏观正前，股市应该会佮继续起。美国政治超级财报周加上要迎接联准会利率决策等重要消息，个礼拜二美国4大指数全面收悬。虽然台股伫2倍收盘时阵超过18100点的关卡，暗过自到早盘伫要进入春节长假的观望气氛之下，盘中台积电虽然小落实惠，暗过 AI 概念股依然继续支持，目前大盘依然守伫万倍关卡，价国一线差不多18014点之上。长假之前呢，通常都是会有一些短打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1-2天有一些急涨的股票，很容易就留了上影线。市场其实观望的氛围很高，那我们估计就是说可能成交量要放得比较大，要等到过完年之后。分析师表示，台股伫昨到波段反弹升悬，虽然成交量下探今年新高只有2304亿，不过目前
量价结果并无出现高动背离的状况，加上美国强势之下，台股无大力的空间。加上顶礼拜已经有节前威压提前消化，所以宏观进程指数全面起来应该是应期待。台股冲起万八了后，中央大厦公布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到72.14点，创一年10个月以来新高。6项分项指标全部起来。以投资股票的时机升幅上明显，国内消费信心也等到乌战争进程的水准。对很多家庭你如果有在股市上有投资的，那多多少少会有些获利。那我们家庭的所得增加，当然家庭经济就会得到改善。不过学者提醒，虽然国内类似真旺，不过台湾消费信心因为甲出口表现较有关系。尤其国际高通膨、高利率环境已经2年，冲击欧美经济需求表现。春节过后，有原来注意全球经济放慢，是不是影响台湾的出口动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美国商会今公布2024年商业景气调查报告，有8成受访者对台湾未来3年经济保持乐观。不过报告嘛显示，两化关系也是企业上界关注的。多数会员拢希望会当进来签第2批双边贸易协定。国内经济伫咧去年11月12日连续出现2个黄蓝灯，表示有慢慢伫咧复苏，不过力量无介强。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4商业经济调查，结果显示有8成5个受访者对未来3年的经济前景较有信心。因而对于台湾政府未来1年到3年的重要任务，有5成2的受访者认为是两化关系，显示两化关系依然是企业上关心的风险。Even more in Taiwan, if some of the trade barriers and red tape were removed. While there are certain challenges to doing business in Taiwan, these can be overcome. 除了内地两化作为优先的政策，国内是企业重视的是人才培育、人员、人口老化加国安的问题。大部分的会员也拢肯定台湾甲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并且支持签署第2批协定，快速来实施全面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As Taiwan has just completed its election cycle in January, the United States is moving into the peak of its election cycle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refore, there is a sense that urgency is needed now to clos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1st Century Trade Initiative. 调查结果有4成3的受访者对国内现行的监管环境感觉不满。认为台湾的法规无顺应社会不断的变化加经济需求做充分的改变。另外有7成1的受访者对绿色能源的可行性表示担心。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大多数的人都有领到年尾奖金，嘛变作是诈骗集团严重的肥羊。除了投资诈骗的案件一直在增加，过年期间伫咧网络社团买物件，因为多数拢唔是开着大条钱，更加会互骗去。民众是尤其爱注意。正经特别过年咯，一诈骗集团上准民众落地的钱财含年尾奖金要为非三组。内政部公布上新的统计，去年诈骗案件含金额排第1名，也是投资诈骗，损失金额有53亿之多。假投资的诈骗已经连续3档，排诈骗财损损失金额的第1名。甲你讲，你过年收出这钱来啊，那你即摆会使趁这个机会先到阮的 app， 阮的这个数位的这 app 甲你的钱转做USDT 数位货币。所以在过年期间若有人去甲你招讲你来加入这个 app 这个 app 市面上拢看袂到的你网络讲看袂到的这拢非常的危险，绝对袂使加入去。刑事局表示，诈骗集团嘛利用话术，加好心提醒讲过年期间银行无开，要求民众提早去银行领现金，也是讲叫民众先去办理约定口座来汇大把钱。刑事局提醒民众，这个时阵大较没策略。银行你一天上这个是会当转10万块出去尔，伊即摆会叫你先去绑定这个数位转账或者是约定转账，所以你去银行去甲一个
网络的朋友吼，叫你去加入去这网络转账的部分哦，这拢是最危险的哈。另外，过年期间，侪民众会透过网络面册社团买年货，也是买东买西，汇钱了后无收到货，才发现讲家己哄骗。真侪受害者会因为金额无偌济，都无按警告。刑事局提醒民众，加网络拍卖，伫咧诈骗类型排第2名。现代人伫咧网络买物件，已经是正顺畅，就要会记咧找有保障的平台，也是电商消费。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观光署统计过年期间饭店的大房比例平均才过40%尔，是比去年更较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欠工严重，饭店的房间才会开袂出来。另外嘛，建议应该要趁过年期间评估风景区的观光状况，进来检讨各度的改善方案。后礼拜就是旧日过年，今年过年连续假期有7天，真侪人真早就传好要出去耍。之前疫情的关系吧，大家被关太久了，对吧？那现在有机会的话，当然是会想要跟家人或朋友或出国玩会比较好。出国，因为你在台湾那么久了，其实看得差不多，而且一方面花费会比较高一点。观光署统计显示，若是自过年前1天开始算，春节的前6天，平均订房率上悬的是苗栗县6成。过来是嘉义县57.75%，南投县56.17%，台南市是52.22%。所来照顺序是云林、花莲差不多5成。若是算规个春节的期间，平均每天的订房率是42.94%，甲去年同期比是下半。较于往年来说，大约有1到2成左右的落差。那我们认为最主要还是有蛮多的客人选择出国。第二个部分呢，主要是因为今年的过年假期落点在寒假的后面，一结束过年马上就要开学，所以有蛮多的家长仍然是还在观望。相较于去年的连续假期9天整体的住房率相比较的话，只差了1.46。观光学者认为，今年旅宿欠工的问题真严重，真侪饭店根本就开不出房间。虽然是对订房率来看，各路市场复苏的情形是无够准，所以会当看娱乐区、风景区的连锁，因为各路想要吸引更加侪人客，也是有新的吸引力。这种比较传统式热门的景点，它也不必然会受欢迎。大家会希望去找到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如何去创造一些不同的亮点？大家建议，若拄到过年过节的返乡的高峰，各地方政府会当规划有特色的套装行程，吸引民众回乡兼旅游，带动在地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解决护理师欠人的问题，卫生部按40亿的专款要发放值夜班的护理人员，不过是依照无共等级的病院来决定要发多少，这是引起基层的不满。今日透早到全台各地区病院的护理师代表开记者会来抗议，批评错误政策害地区病院的护理师留袂住，面临该病院的危机。层级一致。换口号抗议护理奖励制度不公平，因为卫福部进行公告，护理师3班护病比薪制加40亿专款奖励金，提悬护理轮夜班的意愿。说是照无共款残疾病院发关给无共款的奖金，引起基层护理人员不满，因为工作共款，地区病院甲医学中心相比，夜间津贴有差别，输人一截。如果说一天差400元，23天1个月就差9000，一年这个护理师可以差的金额就将近11、2万。只要医学中心一有人力缺的话，我们地区医院的人力都会被吸引走。所以这个政策下去之后，我们的影响真的是不敢想象。台湾社区病院协会甲护理师工会专联会共同发声明主张，发护理奖励金应该分病院层级，而且二时照护病人较济，工作量无输夜班人员，也应该有津贴奖励。各批评卫福部的错误政策，会造成地区病院1成左右护理人力流失，而且恐惊会关层关病院的危机。多少床就要配置多少护理师，再将护病比有一定的规定。如果地区医院的护理师人数不足的话，那势必面临关床。医学中心大概是所需要的护理人力的缺口，它比
地区医院的确是多了很多，那但是有限的资源，我们大概要用在关键的地方嘛。台湾社区病院协会强调，未来1个月内会在体制内尽可能甲行政部门协商，佮拜会立法院沟通团，若无得到善意回应，会在农历春节过后，结合全台地区病院护理人员行起的路，争取合理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是有消费者去卖场买到要过期的牛排，食了所直直咧闹，检查出是长胃炎，更加不满是提去卖场要退货，业者佫讲物件要过期啊，本地就可能提早派去，卫生局嘛已经派人去查查。今仔消保官是建议将物件留落来，检做证据，要讨赔嘛有通申诉。您买的这一块，它是算是即期品啊，但是也坏掉，也还没到时间啊。日到暗时6点半，陈先生伫连锁大卖场买2地特别到期牛排，过无3点钟就甲其中一地煎到全熟，食到巴肚底血，开始走北。医生诊断是胃肠炎，陈先生怀疑是和牛肉有关系。拍开另外一盒就闻到歹味，去卖场换一盒，所以发现讲换这盒同款有歹味，伊真生气去投诉台湾消保会。他回答我即期品，但是让他摆上去干嘛？即期品就会有问题，那的话你就不应该摆上去。台湾消保会表示，要到期的物件虽然较俗，业者提出来卖，这也代表讲肉是会当食，袂当讲特别到期可能是歹这款话来会提责任，也袂当甲退换货当作唯一的解决办法，应该去看冷藏卫生敢是出问题，对食品安全袂当结挂挂。到目前为止的话，先生不愿意就医，然后也不愿意将商品带回来。业者表示，包装顶头有注明肉的特性，可能有酸酸的气味，共一批产品无接到其他的投诉，若是消费者有记录会当退换货。另外，伫咧选牛排时阵，安怎判断有青不青？专家也建议对牛排外观来看，牛排有青色水会较暗。另外，若是牛排外口看起来香香，就可能是歹去啊。味道有不好的气味产生那可能肉就不新鲜了。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我们可以用手来摸这个牛肉，看它的弹性好不好。市政府表示，已经派人去查，消保官也提醒，食到可能是无清气的物件，要赶紧去予医生看，才通厘清商品和症状的因果关系。食无了的商品也通好来保存，提供检验使用。若种含业者伫咧损害赔偿无共识的时阵，会当向消保官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少管化影响，桃市的国中、国小在艺班报名人数减少，其中的新民国中是向宣布讲要停招，家长是不满向机关申请。教育局是回应讲，今年的照常来招生，并个招生的好歹，才决定明年敢是要停招。从5在音乐班招生的简章1月份出来，伫说明的所在有一大字写讲，新北国中113年度开始，音乐班无要招生，向停止招生，互家长是行一条。这个停止招生的停书有真大问题，影响学生的权益。家长有提前是讲，因查某囝学的是古筝甲钢琴，离因兜上近的音乐班，除了新北国中以外，都是平顶国中。不过平顶国中的音乐班是以管弦乐为主。小朋友想要去报考新北国中音乐班，已经准备了2年的时间，几乎每天下课过后，还要去上乐理，上钢琴课、上古筝课，大概都要到9点10点。受到少子化影响，桃园市国中国小的艺术才能班，最近这几年报名的人数减少，其中以音乐班上较明显。新北国中嘛小人讲招生有困难。教育局表示，新北国中连续5年招生无达到10个人的标准，并请专家来学校辅导，发现改善的空间有限，才会召开相关的咨询会议，决定在113学年度开始停止招生。国小的音乐班比较少，国中音乐班比较多，所以其实在生多粥少的部分，其实招生上真的很困难。在教育部的规定下呢，因为我们每3年内如果连续3年招生未达10人的话，是要被列为追踪辅导的对象。对，那新民国中因为它已经连续5年招生未达10人。面对家长的记录，教育局答应讲会看113学年度招生的状况，若是还阁无好，会在114年停止招生。学校内底现有音乐班的学生，会甲因服务到毕业。新生若是有想要读音乐班，会当选择附近的平顶国中或者是内地国中。校长嘛回应讲，会搁较大范围来招生。未来除了锁定各校的音乐班，嘛针对有音乐社团各校来加强招生。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最近这几年连续传出讲政治人物的论文是用抄的，引起社会关注。教育部表示，目前已经有初步的共识，
学伦心理会分做专业调查甲审计决定两部分来进行，卖定出一定的标准，上紧2月就公布。 2022九合一选举进前，真侪政治人物拄到论文抄袭的问题。不过审计的结果有学校是公开说明，也有学校敢若以文字来通知检举人甲当事人，引起社会焦疑。教育部表示，去年委托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研究处理的共同原则，即马已经有共识。第一层是属于学校的那个学伦专业调查的委员会。 第二层是说这个案子要提到校内，因为它可以涉及到老师的聘任，那他们学校还会有一个学人的处理的一个委员会。学伦审理会分做专业调查甲审计决定2个阶段来进行，要公开予当事人甲检举人的调查报告，也有一定的标准。也若学伦案调查报告，协会表示报告是建议有关以企图识别化做原则，这部分要待教育部决议。 一般来讲都是会去识别化但是偶尔有一些比较社会上关注重大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例外。根据的国际的惯例但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可能也很难去识别化。 周景阳讲，英国各大学处理学伦案做法规定无相同，未来有标准会当遵照。教育部表示，当咧检修学伦案件处理的原则，上紧2月公布。不过，若准当事人甲检举人摕到调查结果，又搁家己公布，因为无伫学伦案规范的范围，所以尊重个人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国内公告实施气候变迁应应法，不过权限认为这法规内底根本无写到短期、中期的减碳目标。2030年才要减碳24%，嘛对人袂着，无尽到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有违宪的记录。今日来到司法院向宪法法庭提起诉讼。 伫咧司法院头前有布条权团甲来自各地居民代表认为气候变迁因应法无制定短期甲中期的减碳目标，无法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来自好地部落的族人表示，因是第一线的原住民，亲身感受到气候变迁所带来真大冲击。要求政府能够更积极的防止气候变迁，然后进行减碳，避免原住民的部落。 在强降雨或干旱的影响下，受到最严重的生存的威胁。包括农渔民拢深刻感受到极端气候威胁。若是即马无减碳，责任就会传予咱未来子孙。小学生嘛认为，大人应该爱愈积极来减碳，无应该把家己爱做的代志交予世世来承担。不然让他们把功课都交给我们跟还没出生的小孩弄，这不公平。 权团嘛指出，针对国发会宣布2030年的减碳目标是要减碳24%，实在上过消极。阁有13个人认为气候法有违宪的记录，要提起国内头一件气候的宪法诉讼。 气候法的相关规定显然已经违反宪法科予立法者保护人民基本权的义务。针对这件代志，环境部长许富新表示，目前制定的是一定要落实的目标。我们设定的目标应该是要非常的务实，可以达得到。否则的话，我们只要提出一个目标去预估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 环境部表示，应该按照各大产业甲民生的现况来制定目标，比定出一个无法度达成的目标更加重要。不过，权团甲各地代表拢认为，气候这无应该留予子孙，所以提起宪法诉讼，要追究落实世代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美国出名的歌星泰勒斯，最近嘛变作是网络画面、假影片的受害者，甚至佫惊动到美国的白宫。 不过，这包括 X 台内的社群平台、楚地卡手拢受过ban，这是引起大众的批评。AI 相关的立法嘛，搁再受到关注。针对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 AI 伪造本案的相片，最近出现在社交平台问题，进行叫做 Twitter 的 X 平台，即嘛已经组织研究搜寻任何有关泰勒斯的关键词。 不过 X 平台处理的速度伤过慢，和 fans 批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其中有一张泰勒斯被伪造的本案相片，已经被看过4700万遍。一直到17点钟过了，才伫咧2月被删除，相关考作才被停权。专家认为，生成式 AI 所制造的犯罪问题，即嘛已经无法度回避。All of its application has been in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So the Taylor Swift case is a really ugly version of something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 main targets have been women. Explicit synthetic images targeting not only celebrities, but average people, particularly women, has been a problem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tive AI platform. I think the fact that X has now just reduced visibility on searching for Taylor Swift shows how bad of a problem it actually is.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right now is try to prevent people from looking for it. 伫这边泰勒斯亲为学生的报案相片，有部分是用微软的生成式工具。对此，微软表示已经采取行动，设置保护机制。泰勒斯的假相片风波也引起白宫甲美国政治圈的注意。但是伫即马，美国只敢有9个州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伫咧联邦政府层级是也无相关的打击 AI 生成图片的法律。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提出相关的立法，进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的阶段。泰勒斯唔仅是额外的成就，就连甲美国卡球 NFL 球星上新的恋情也带动话题。想要伫今年11月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打算复制4年前的模式。争取泰勒斯的支持，希望会当伫咧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其中一站上台。另外，伫意大利的数据保护局29宣布，已经通知 OpenAI， 讲因的人工智慧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违反欧盟资料保护规则，至少有一项是涉嫌侵犯资料隐私的行为。有微软伫咧制作的 OpenAI 有30天会当提出抗辩。公司新闻金环庆编辑。中国的恒大集团欠小，互法官认定无法度甲海外债权人达成债务定做的协议，互香港高等法院下令强制清算，连带造成恒大股票一升就落尾到21%。分析师表示，恒大恐惊的面临企业定做，嘛会影响到全球的投资市场。香港高等法院自告对中国房产大公司恒大集团差不多3000亿美金合代票差不多9.6条的债务进行清算。法官表示，恒大拖欠还债款2年多，经过几摆听证会，依然无法度提出具体重组计划，所以决定清算债务。投资银行分析师认为，这不是结束，是真正的清算开始，因为这互恒大日常营运更加困难。It's quite likely that Evergrande will be broken down into a much smaller company if it still survives in the future. So, or may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for the macroeconomy, but I still think on the corporate level, it can be quite painful. 分析师佫补充，因为恒大大部分资产伫中国，这群人要安怎扣押资产、甲恒大外债权者等级，拢无确定。股东情形可能佫较害。恒大是全球负债上济开发商，2011年发生债务违约了后，就安尼一直落去。恒大债务崩盘也点到中国房地产业连续债务危机。已经50多间开发商拖欠债务，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甲即马依然拖累市场的信心。Nachdem sie circa 1,5 Jahre ihre Finanzen in Eigenverwaltung sortieren konnten, wurde jetzt per Gericht die Auflösung bestimmt. Und das setzt natürlich die weltweiten Kapitalmärkte in die Alarmstimmung. Die Auswirkungen könnten theoretisch sehr, sehr groß sein, da das Unternehmen einen sehr, sehr hohen Schuldenstand hat und weltweit vernetzt ist. 这一摆清算裁定可能进一步冲击本来就脆弱的中国资本甲房地产市场。目前中国当局在努力应对经济困境，包含9年来上低迷房市，甲5年来上涨的股市。那市场受新的打击，投资人信心恐惊受冲击，进一步抵消当局重振经济成长的努力。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转来看国内过年送礼送年柑。台东的新光镇是国内柑仔的大产地，平均一个过年得当收100万斤。不过因为去年风太霜冻，产量是大量减少，即马采收期佫有真侪高产仔会来偷食。今年的产量可能是剩无到5成，农民是有够无奈。拢直接偷食啊！伫新光镇的柑仔园，农民讲树仔脚的汤柑，这毋是自然落落来，是去互高产仔走入来食去的。涂骹拢是高产仔食剩的果子皮，而且今年的情形特别严重，农民小可无注意，高产仔就规批安尼走入来，造成严重的损失。他差不多睡个3个小时，他就吃了最少都200-300斤。
这个一进来都是白汁的啦。农民讲汤柑如果合作年柑，今嘛年就要到啊，送礼是真喜气，嘛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今嘛都伫咧采收，不过想袂到今年的高产啊比往年较济。因规阮规栋去过境园头食，喉咙边是头壳毛咧烧。尤其是去年开会时阵拄着风台，产量已经减真济。今嘛阁拄着高产啊的危害，往年若种3甲，就会当收成3万斤，今年收成敢若一半尔。而且高产啊的危害，阁无法度申请天然灾害救助，农民敢来当想办法家己吞落。台东县政府表示，政府有补助防高产啊的电网，上济补助2公顷12万，会当互农民降低损失。没有补助，都要靠自己，所以怎么生存？根据我们的经验哈，那个农民如果设置这个电围网，这个对于猕猴的危害防治是非常有效的。农民讲，即马北农拍卖市场年柑的价销已经起到1公斤40块以上，产地价销1斤嘛有30至40块的行情。不过价销好，产量无甲遐，损失是真正大。按电网的效果嘛真有限。农民希望专家会当找到更较有效防止高产啊危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花莲的龙潭铁马道，讲最近有一个查甫人会摕胶片啊，伫遮咧乌白乱拍。虽然也无传出讲有人受伤，不过民众也是心惊惊。警方目前嘛已经加强巡逻，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这是花莲市龙潭自行车道的港口段，有3倍民众用手机翕到一个查甫人哪行哪举胶片啊向路边射，大家拢惊到。他或者在边做上去，边打目标啊，乱打而已，乱打而已。这个查甫人摕胶片啊乱射，虽然无去射着人，不过这是花莲市真热门的休闲步道，普通时来遮运动散步的人真多，伊安尼射真危险。当然要制止啊，要制止哈，不好了哈。有没有报警？有巡一下，这边会常看到警察吗？没有，没有嘛哈。你们就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现在这个社会。警方接到报案时，赶到现场处理，查看人伫咧倒。除了加强巡逻以外，也调附近的监视器查办。无故持弹弓等危险物品，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4款，有危害他人身体或财产之意者，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除了这个摕胶片啊乱射人以外，附近的民众讲，因为遮电火较少，暗时有真侪青少年会骑车来遮啉酒嘻嘻哈哈，希望警方巡逻时阵会让入去自行车道，才有法度有效阻止不法或者是危险的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全国上大的高雄凤山运动园区有不少学生会来遮运动。最近有民众发现有真侪家狗会困伫咧遮，有的佫食酒食薰，乌白蛋粪扫有安全疑虑。社会局是表示，已经有派人逐工来巡，警方嘛会加强劝导，莫食薰食酒。休寒期间，凤山运动园区有真侪囡仔，一透早就来遮拍球运动，边仔嘛有民众散步。不过镜头刷到公园边仔，有家友倒伫椅仔食薰，真侪物件拢囥伫凉亭，涂骹嘛拢有粪扫，有一寡家长甲民众反映是真困扰。因后白蛋粪扫就准拄少，有当阵迄酒干啊啥嘿。若是后白啃，其实对囡仔来讲嘛是要保护的物件嘛，嘛是较危险。伫个安尼踮遐拍伫遐困伫遐，足感官真无好安尼啦。凤山运动园区管理单位表示，这长期以来拢有家友因伫公园并无犯法，不过园区逐工拢爱清粪扫。另外，园区内是袂当啉酒食薰，若是有违规就会劝导。确实有一寡无啥爱插人的家友，大部分的家友拢会接受劝导。我才2-3天尔，我别位有所在拢大。迄安全手机啊，阮也袂讲，迄若有人走就去报啊。是讲下早啊，甲下晡，阮会各一改一个时段，来遮巡吼。如果因有违法的行为，阮会甲劝导安尼。凤山运动园区改建啊，互人合作全国上大的户外运动场所。针对家友的问题，消费局表示，目前定伫运动园区室外家友有示威，已经派人员逐工巡视。若是拄着家友有违规的行为，人员会劝导，警局嘛会加强巡逻，嘛鼓励因接受安置。记者张义辉、区朝阳高雄报道。云林草岭石壁山区因为种10万丛的樱花，这几年嘛变做是国内赏樱花热门景点。最近樱花搁要开啊，公所是对2月初10开始举办樱花节，嘛规划4条交通车路线，
欢迎民众来观光行搭看樱花。游客行第一开甲真旺的Sakura树卡，体验穿日本衫翕相纪念。森林草岭石壁山区种几啊万丛Sakura，面积有18公顷。这几年来，成袂少游客来这看Sakura。根据观光署统计，去年来草岭看Sakura的超过20万人次。我觉得非常的漂亮，然后而且好像还没有到最盛开的时候，对不对？等它更盛开的时候，一定非常的美。之后会想要带家人一起来这边观光。森林管府文管处表示，最近草岭石壁Sakura陆续咧开，Sakura活动会为2月初10到3月初10，主要看Sakura的所在伫草岭青山白农场、石壁到江心木、美人谷等景点。森林管府甲高溪乡公所规划特色游程，时啊，佫通穿日本衫，要互游客看Sakura有佫较好的体验。好，我们来做工，把家乡的环境整理好，把该服务游客的所有的设备，包括卫生设备等等，也会有4条的这个接驳路线啊，那一次呢只要50块，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不要浪费很多时间，甚至做环保，就来到整个我们美人谷、九重神庙还有青山坪所有的这个樱花的一个场景。文管处表示，这几年来草岭石壁看Sakura活动，请真侪游客来，定造成塞车。即马假日部分路段有实施交通管制，游客会当利用大众运输，嘛透过过来的单位甲在地社团讨论设置停车场便所，互游客看Sakura更较舒适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精神健康基金会今日发布2023年全国10大精神健康新闻事件。卫书表示，有真侪精神疾病拢是甲脑的退化有关系。好民众若是该看医生的时阵，都要紧去看医生。另外，这10条新闻内底有一半拢是甲少年人是有关系。有医师嘛讲，这和咱科技发达甲生活经济有关系。各民众爱加出门来行搭。参加团体活动。卫福部自去年8月推动少年族群3届免费心理咨询的服务，台北、台中等县市正紧就满额，这嘛显示民众伫咧心理健康方面正需要专业的帮助。精神健康基金会针对2023年选出10大精神健康的新闻，前3名就包括新北校园割案管案、MeToo事件和心理咨询服务，呼吁民众爱重视心理健康。若讲较失意啦、烦恼啦，无如意的代志，都会发生足强的脑的功能的变化。所以这个记者这个发表来讲，咱有选出10条这个种种的精神健康有关系较重要的新闻，来做一个迄个出发点啦，来讲咱的精神免会当有较健壮的平时去培养，免来做。基金会董事长当时嘛是台大病院精神科医生，伊表示，这精神疾病拢和脑功能出问题有关系。伫咧10大新闻内底，有一半和少年族群有关系。有医生就指出讲，现代生活因为科技发达，生活节奏紧张，现实生活的社交活动若个严重的时阵，对精神健康嘛较无好。医生鼓励民众加出门行搭，参加团体活动。科技太进步，网络太发达，没有让人慢活，反而更紧张。但是都跟离群都孤立了，我们反而更孤单了。那我们呼吁大家呢，其实比如说你可以多参与所谓的有团体性的学习活动，比如说担任志工，比如就参加精神健康相关的活动。精神健康基金会建议民众，当其有身心困扰的时阵，唔通惊歹势，唔敢看医生，也是去做心理咨询。基金会嘛呼吁政府应该爱加强精神健康的宣导推广，让社会会当用正面的态度看待有需要的民众，才会愿意积极接受专业的帮助。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那讲到1624年，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重要时间。当年有荷兰人对台南就藩建立猎人野城。了后400年，由历史甲政治的演变，才形成如今的面貌。即马有网络团队发起新台湾史的运动，结合图文甲影音的创作，要提供教科书以外台湾史故事，写出属于台湾人的新台湾史。今年1月13日，全台湾的民众共同选出新的总统甲副总统，搁在创民主法典的里程碑。一若回顾台湾过去，自1604年荷兰人登陆台湾以来，这400年来经历过几多变的重大变化。
不过这块历史并不是所有台湾人拢了解。当前地缘政治的冲突底下，其实对于台湾的认识跟理解的需求开始拉高，但你会发现台湾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对国外很好的介绍台湾的内容，如何拿回自己的一个话语权，向国外介绍台湾，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觉得的当务之急。无论是荷兰人登陆台湾、郑成功、无下事件，或者是戒严、这块拢是台湾400年来发展的规律。台湾8家故事团队发起新台湾史运动，建立以台湾史为核心的知识平台，整合图文、影音等内容，被呈现出跟各国之不同的台湾历史。史实不能改变，可是视角可以多样化。比如说，我们从海洋的、从原住民的、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制作一个新的线上版的台湾通史，进一步做教育的内容。我们也计划要拍摄一部比较规模的纪录片。台湾的历史从教科书移到了线上，移到了载具，移到了每个人的生活。这件事情的穿透力跟普及性，它不是哪一个政策或哪一个笔预算就可以达到的事情。新台湾史运动有找国内外真侪台湾史的学者来参加，要收集编辑真侪各种角度的历史内容。团队表示，若是集资顺利，按算伫今年完成网络初步的建立，加前5级的动画，希望伫咧3年到5年的时间内完成网站、动画片加纪录片等计划，将台湾史带予台湾的民众，也带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东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雨，北部地区卖落雨。明仔载东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的雨卖继续落。下晡晡天气啥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18度。中部地区17度到25度，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东部地区20度到24度，外岛地区13度到20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公视台记台过年时。